好，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来公布到2021年世界各国生育率的预测，台湾竟然是头尾名。经外交官劳士杰讲，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可信度，所以咱的政府必须要赶紧提出着解决的办法。伊讲台湾的少年人外生囡仔四大关键，分别是高房价、高物价、低薪水甲公立的托儿所无够。政府目前虽然有来成立着小组化的办公室，但是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慢了，根本就未赴来解决着紧急的状况。22岁李小姐一个月薪水3万块，伫休困日也是准备去考证照，要增加技能。虽然和男朋友的感情真稳定，不过伊感觉伫少年的时阵，实现家己的梦想，也是比结婚生囝更较重要。会有梦想，结了婚，你生了小孩，你会为了孩子而改变。拢要未结婚，不过少年人的烦恼嘛真多。像我男朋友就有说，就是以后要不要住家里，但是我的个性，我一定不会住家里。一旦小孩出生之后，一定会要分房睡啊。美国中情局公布2021年各国生囝率的预测，前5名拢是非洲国家，上尾名拢是亚洲国家。台湾上尾名平均生囝率敢若1.07。前外交官劳士杰指出，房价和物件价销真悬，薪水真低，公立幼稚园不足是上大的关键。4大环节是一环扣一环，那政府光成立一个少子化办公室，或者说做其他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去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但让我们觉得最难过的是说，高房价是现在全台湾每一个年轻人心中最大的一个痛。生过囡仔的少年妈妈拢讲，有生了身材变歹，饲囡仔爱开钱，阁无家己的时间。可能会考虑，对，不见得会省，影响到自己生活品质。看起来，毋但政府的补助爱阁较济，少年人的心态嘛阁爱做调整，才会使解决生囝率真低的难关。